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农业部长陈吉仲请辞核准，外界解读有部分的原因是为着要帮赖清德来清战场，避免影响到选情。在野党更加质疑陈吉仲落台是避重就轻。 这个重是陈吉仲的重，轻是赖清德的轻，避重就轻。啊，赖清德访问到这个问题时阵，是笑笑也无回答，快闪来离开。啊，到底赖清德的选情有因为安尼受到影响无？上新的民调，赖清德以42.52%大赢郭文哲的24.23%，甲侯友宜的22.25%。 陈吉仲被请辞是佩西放话挽救选情吗？怎么看在野党批评避重就轻？听到问题无回应，惊闪离开。副总统赖清德笑甲真歹势，毕竟农业部长陈吉仲请辞落台，外界解说这部分的关系，敢是为着要让伊的选举之路行较顺利。当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我大概是把眼睛闭起来，用内心在想象，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无论外界安怎看，赖清德真认真。毕竟上新的民调显示，赖清德支持度直透加权，超过4成，来到42.52%。到底郭台铭支持度落到剩6.5，排第2、第3的郭文哲和侯友宜各以24.23%、22.25%，高赖清德支持度一半。 我很清楚地把我的整个思维来跟我们所有关心台海安全的所有的各界来做一个说明。啊，人伫咧美国出访的侯友宜，伫咧华府小连续拜会2场抵抗，除了中偏正派保罗金属学会，嘛含共和党色彩鲜明的传统基金会见面，要向美国两大党传送家己论述。这是侯友宜进前伫咧美国中心支持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9日共识，传出后抵抗专家学者关心。 告美国国会议员讲，9日共识就亲像冰箱过期的牛奶。 I do not believe Taiwan is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in the world, and I cannot really answer that question. That Taiwan faces some pretty serious threats from China, and that the U.S. an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re very well aware of these threats. 会跟美国所有同盟国家大家一起深化关系，让台海能够安定。 侯友宜继续专攻外交战场，伫咧海关和赖清德互相拼关系。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